Kali Tefan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学毛利语。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形状在毛利语中怎么讲。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首先，形状在毛利语中叫nga ahua，它是形状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圆形。圆形它的毛利语叫 polovita， 有些人也管它叫 polohita， 它都是圆形的意思，只不过是不一样的读法而已。polovita 这个词前面 polo 就是圆圆的意思，而 vita 是封闭的，一个封闭的圆圈的意思，所以合起来 polovita 是圆形。那么下一个是这个椭圆，由于它也是类似圆的形状，所以它的前缀也叫 polo， 叫 polo teitaha。而 teitaha 在这里是倾斜或者是侧面的意思，一个倾斜或者是侧面的圆，我们管它叫 polo teitaha， 椭圆。下一个是三角形，那一个是三角形，三角形有3条边组成。我们当时在讲 fare tapa fa 的时候有讲过 tapa 是边边的意思，边缘。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学的数字 tahiru toru 3个边边组成的形状叫 tapa toru 三角形。以此类推，4个边 tahiru toru fa 四个边边的形状，长方形、四边形就是 tapa fa 四边形。而在四边形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形状，就是正方形这个。那它和四边形有什么区别呢？正方形的四边相等，毛利语叫 tapafarite， 这里 lite 的意思就是相等、等边的意思，4个相等的边，所以 tapafarite 是正方形的意思。下面一个形状菱形，菱形呢，它也是有4个边，但是它长得像一个钻石，所以在毛利语中它的名字叫 taimana 是 diamond 的英语音译，所以 taimana 菱形或者是钻石形，所以在毛利语中说钻石也是 taimana。 好，说完4边形，下面一个我们继续5边形，因为它有5个边边组成。刚刚我们讲过边边是 tapa， 那么5个边 tahiru toru fa rima， 所以5边形的毛利语叫 taparima。5边形说完了，还有常见的6边形，我画这个丑丑的6边形。rima 下面是 ono， tahiru toru fa rima ono， tapa ono 6边形。好，下面一个它叫 fetu， 它是星星的意思，也是星星形状的意思。好，最后一个形状就是爱心，爱心的毛利语叫 manawa， 它指的是爱心形状，它叫 manawa。 那关于这些形状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幼儿园老师唱给小朋友的，有便于记住这些名称。toru fa polvita tapafarete tapatoru manawa。 以上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所有形状用毛利语的表达方式，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在旁边给我点一个 manawa。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见，kakite ano。